桃园的石门水库，1964年完工，到达58栋了。曾经是东亚第一大坝，有灌溉、发电、提供用水，甲防止大水成灾等等的效益。不过，伫这项工程的背后，是稳藏着2000多个居民加横做大水的心酸的故事。当年为着要起石门水库，有278户不得不接受土地征收，搬到观音沿海附近重建加横。嘛，为迄个时阵开始，发生真侪加横迁徙的故事。咱就做伙来回看历史的迄一曲。石门水库今天上午9点钟开始泄洪。主要的推力就是在民国43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大旱。水库就要做了，那以前的人你搬出去根本没有办法。建石门水库之后，4代每个人所想念的故乡都不一样。光复后，新的水利设施不断的兴建，增加灌溉面积，促进农业生产。例如，规模庞大的石门水库。1964年，石门水库完工，伟大工程的背后，有278个家庭从江北迁徙的故事。我们就是民国47年搬过来的。啊，你没有来就没有了，地也没有，钱也没有，勉强一定你要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来，你要去哪里？今年74岁保龄阿嬷刷妆的时阵，伊刚有10岁。那时候都放在外面啦，临时你不走，那个水都堵起来了，要拿东西没办法拿来呀。啊，来这东西搬来这里放在外面了，啊，再慢慢盖房子啊。找师傅来帮我们盖这样啊，那时候我们的木材什么都搬过来，边住边盖边哭了。甲当继续伫咧用的草帽，这敢若是伊对老厝存的记忆。这个老的，你看，这个都是这个老的门啊，这个那边拆过来的，你看。第一批安置民众拢总29户，保龄阿嬷这口罩是其中之一。因成为桃园大溪山边，来到观音海边的草垵，移民新村。我们那里是算大湾坪第4邻，我们那里才几户，8户而已，3户搬过来了，来看一看就，他有载我们来这里看，哦，啊你还是要来，就是5个人8分地，6个人1甲地，哦，啊抽签。你抽你的房子在哪？他的1号、2号房子也是抽签的，地也是抽签。哎呀，都自己种了，你看种了才有长风，有没有？没有那个都是沙了。以前走路都用跑的，烫死了，也没有石头。地上都不是这样就对了。哪有？地上是怎么样？这个柏油都我们自己打的。60多年过去，因对早年的生活记忆已经模糊。即马唯伫咧庄头也可以当十五的西人树拿，全部拢是移民亲手来起的家园。这个也是跟我们一起来的，是有盖这个给他看，你才有那个9000块。哦，还要盖到这样给他看？哎，一定最起码要盖这个2间。迁徙补助款无够，起厝的钱要为倒位来，凡事拢爱家己想办法。哪有公平？9000块盖那个房子，啊，生活费都没有，都靠自己的。啊，有啦，有补助，像那个田什么补助被他征收，有一点补助你啊，这样而已啦。盖也盖不过啦，自己在想办法啊。那个泥土以前都是沙呢，都是像那个海修那个沙呢。像这种吗？没有，这个黄安的泥土就是沙，都是这个。那但是后来你们自己都是这个的，这里面都是沙，全都是这个，这个都是沙，这海边都是沙啊，种不起来哦，就是种不起来啊，快要饿死了，你看。加上海边的产地盐分悬，种不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，收入有限，维持生活都困难。你还记得以前你们家的前面这里哪边吗？就是这个啊，
也是种不起来吃，都得去做临时工。他有说过想回去石门水库吗？有啊，搬回去没有用啊，我们的田就被水冲走了啦。搬迁的同时，阿嬷的岁数也真细汉，沙庄的历史，咱个人单位搁有年会民众描述来倾倒全貌。搬家那时候我们是去当兵的，80几岁。 82岁汤阿公，在1958年沙庄的同时，无摕到土地补偿，加上老厝的产地在水库蓄水了后，连同徛家只要互淹过去，在生活无法度搁继续落去的情形之下，1969年，因家厝刷到草入移民新村。我16、17岁的时候，我是就去开会，登记起来，他说民国46年。 6月30号，他们就开会嘛，他就有说到是吧？我们这个7月1日叫开工，国历6月30号没有开户口的，你就没有权利配土地。在咧汤家移民二代汤上人的带领，咱定当来到伊在石门水库的旧厝，一座超50公里路程，无长无短，煞拆开2个世代对故乡的记忆。这几年来，在咧石门水库的打水期，汤上人拢会带庄头的士大人，定大起哩捡挂介合作梦幻大草埔的新甘平，也就是因的旧厝，日夜思念的故乡。 像今天水库水位241米就看不到啊，要到234米才有办法。232米的时候，大概前面左半部，它左边地势比较高，就是然后越低，到最后面那个更低啊，到225米才看得到。那以前那个整排就是一个新干坪，那一个台阶地形，然后房子都盖在那个靠近山腰下面。 那前面就是一些农地啦，然后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茶园啊、竹园啊这样子。1964年，石门水库完工了后，源头的集水区范围约要1024公顷，所有标悬250公尺以下区域，包含新旧干坪、大溪坪、阿母坪等等，拢成做水下世界，拢总影响2870个人。 根据石门水库建设局的记录，规淹过去的所在拢总416户，不过扣掉别的因素，每下港村278户，分做5批，前后先刷去草立新村、树林、含下树林新村、大潭新村，有大轮尾、大园转角头、柯厝港，有82户泰雅族经过协商，刷去上瓦近的大溪中庄。 有4种不同的那个房屋形态了哈，然后他们所建设出来的村子基本上包括医疗啦、警察单位啊等等的，其实都有配置。好，那整个就是一个村落的一个形态。水库真大开发工程，大改变山川模样，新庄经济和安全的背后，是来自民众离开故乡的牺牲。在桃园地区的部分，因为它是一个所谓台地。 农民他们在耕种的时候其实是很缺水的。其实真正的主要的推力就是在民国43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大旱，那他们就地方的官民就组成了一个石门水库的一个促进委员会。当起时阵，石门水库将做东亚第一大坝，煞伫咧启用前1年面对大考验。1963年9月，中台过热里这内，石门水库水卫生员启动头一摆下水。 台风它发生在9月11号，我们说石门水库的911事件。好，那一次的话，它其实很快的21个小时之内呢，它就已经升了快30公尺，逼近到坝顶。当时水上来的时候，它就只能把门打开，因为它的水是持续在往上升的。土石坝就是不能让它溢顶，只要溢顶，这个土石坝可能就会毁掉。 石门水库挡过防旱危机，煞意外引起水源尾中庄新村做大水，这民众才打安顿，就在第2摆刷到大潭新村，就亲像伫咧石门水库起好了后，移民按家拍开世代流浪的宿命。为着要来去石门水库，加恒互大水淹去，真侪人沦落做城市难民，只好开始来搬徙。
有的人被迫为山顶搬到爬远的海边啊，甚至有人搬到室内砖头，却是一直来遭受到风台的侵蚀、甲工厂污染等等种种的打击。如今这阵移民的后代，除了透过考述历史、甲文化地景再造来保留这段慢慢互放袂记的历史之外，嘛希望会当伫行动当中为家乡争取一丝丝生存的机会。那个还在开发啊，那个田都在西边呢。我记得老人家的一个石头，一个搬的，我做那个田埂啊。还没种到稻子，台风就来了，就没有了。我记得我爸爸把我拉，把小朋友嘛，还要过一个小河，有没有？我把我拉，背着我往上爬。那他们躲在那边下去看的时候，看到说哇，家里几乎都进到一半的，就是石头掺杂泥沙。经历了这么多次以后，就很像政府又安排说，怎么是会安排去选到观音。左手官和表兄王正德是泰雅族卡拉社的后代，因为去石门水库和风灾影响，因印象当中的当年总是伫旧厝福兴乡和大潭新村刷来刷去。那边没有办法生活啊，什么都没有办法种植啊。我读书就这样啊，1年级、2年级、3年级、4年级，到最后在这边毕业啊。即摆属于大潭电厂和中油天然气3只站的土地，已经说铁门阻挡。这是苏守官当年的厝，大潭新村的路口。10多年来，故乡原本的样貌早就已经改变。想要回去囡仔时代记忆，即马苏守官搁行较远的路。应该是老杨的家的这家，因为他是比较靠近，就我们在养猪的那个上面。这样你看门牌有认得这里是什么了吗？他的门牌就换了，变成南北路啊。老人家就是为了生计的问题，就是好像蛮辛苦的。那个海风啊有咸呐，或是怎么样，让那个稻子种得不好啊。也养过猪，也养不好。那还像试着有种芦笋，是不是还种什么，也种得不好。千岁命运也未结束。1970年代桃园滨海开发工业区。由于这家化工厂过去曾排放含高量铬废水，严重污染了附近的农田和附近的居民，造成稻米成为格格米，居民罹患痛病。我记得有一次高营爆炸，它锅炉爆炸嘛，锅炉爆炸的时候，我们的部落里面的那个窗户啊都被震破呢。当时这阵卡拉社后代虽然发起抗议，不过净特赦无法度复原。它的距离变掉，我们以前的房子就是这个是马路的话，就是前面的一栋房子，后面还有一排，就变成2排。那这边是什么啊？那这边都是一个水沟。那时候是还没有镉污染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在那边洗衣服。后来镉污染之后，那个水就脏了。对。真的要找一些自己的记忆，找不到了。1990年前后，居民3摆刷去大溪滨田一带，家己生活真歹过大作伙。了后为着起工厂和大潭电厂，观音沿海移民新村土地搁一摆互征收，家乡的样貌改变，无法度搁回去到过去。伫水池边仔的小路。有几排铁皮厝，藏伫大溪这个小社区，这是部分卡拉社居民租地起的聚会所，嘛是因咧讲的下部落。那这是我们现在唯一可以来聊天的地方。如果是说故乡的话，我当然是大潭新村了，因为我的所有的记忆都在那边的。虽然苦，可是大家都会互相帮忙。那我们那种感觉是现在感觉不到了。民国49年设立的树林国小，当时是为了解决移民学童就近上学的问题，但近年来因为工厂设置林立，迁校的声浪不断。不过这里仍然是迁村历史重要的地景之一。移民新村人口逐年减少。
不过，犹原有居民唔望会当把这片真有历史意义的人文地景留落来。不管你去哪个移民新村，都会经过这个城门、这个牌楼。1962年设立的石门水库移民新村牌楼是世界上顶。当年刮风配地的草绿卫生室，居民嘛积极争取征收，变作未来会当利用的空间。不是我绑的，总不能是每次都去看树林国的复兴宫而已。连接草大卫生室弄好之后，有一个亮点，那包括整个草大沙丘，就整个一条龙式的方式，我就有一个很明确的那个景观地带。对这顶移民新村的二代来讲，因也有对顶一代艰苦打拼的生活基地，嘛唔望会当传承先民过去打拼的历史。每一个人对自己出生的地方，当然会有感情。水库就要做了，那以前的人你不搬出去根本没有办法啊。面对产业和自然环境的打击，因不得不延续一再顶建家园的文明。建石门水库之后，经历了多少代？那个时候我的阿公、爷爷在，我爸爸，再经过我的孩子，4代，每个人所想念的故乡都不一样啊。我们如果说还能够在一起的话，那是最好的。经过几10年的时间，石门水库犹原是土德地区农工业的重要水源。居民搬厝搬过几廿摆，厝到底伫倒位？想要让产业搁有生机，移民的后代犹原无放弃，打拼要重建记伫当中的故乡。